贤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父亲人好，请坐下。会。会长说，咱了解，咱出席，各位组长、同学在这，大家有安好。目前有安。时间会足紧，已经要在这，人讲吼，岁月不留人啦吼，今日给第一堂课吼。咱国家2当兵就打业2当兵就打业，才能2当兵就打业其实，咱每一个人做无简单，只要你会当讲出大理，只要你会当度一个人，所以只要你一个正念，拢是咧2当兵就打业，这拢叫做正能量。所以，人家说的，在道场要说好话，要做好事，当然呢，要存好心。说好话就是讲正道，圣人的道学，听唔听呢？而咱的八识当中，咱时时刻刻，拢就是这个道学，拢是圣人的物件，你就是圣人。你的思维中拢圣人，你就是圣人。而你的思维中拢众生就是众生，唔免人来分众生，唔免人来分圣人，是你家己要做圣人，你家己要做圣圣，你家己去分辨。这人要甲讲起，足简单的一句讲，叫做哪？自作自受。你做家己修，人要甲你修，但是咱今日去听，咱是咧甲人鼓励，咧甲人鼓励，嘛袂当甲人勉强。你甲人鼓励什么物件？鼓励大家真正才好，才好。咱大家拢有一个有缘，拢有成知识做伙。人好一句话讲，唔捌的较捌。若捌的，会当尽量去鼓励这个敬大有缘。所以，足侪众生需要咱去做工课。那因为今日呢，拄则咧讲的，就是讲到2当弥勒大业，但是弥勒大业，咱是咧讲大业，咱的事业，咱什么的事业无比弥勒大业较大业？你要想听无？世界，我今昨听到，我咧运动的当中，我咧手机听到，世界有5大好业。伊讲嘛是比尔盖茨世界上好业的，毋是呢？伊都掠我袂记啊啦，做世界第5大企业，上界大好业，上界大好业，毋知是做啥国家，我叫袂记啊，听呢。迄叫做事业。但是遐你讲是上世界上大的事业，无比咱弥勒做出的这大业较大，因为咱知影迄物件。拢是挂袂长的物件，拢是挂袂长的物件。你毋免甲轻视，你嘛毋免甲。其实，该是我的，总是我的。命中若有终须有嘛，命中没有呢，莫强求。你终究要有路用啊，结艰苦难，但是，所以迄个物件毋是你的，你就免去甲强。我真啊，我真做逍遥，你听无？因为我真有做事业，我真早和阮太太两个人，我领迄个老人年金啊，我两只2万块阮咧过日。我想2万块，我无咧开咩，我无咧啉烧酒，嘛无咧食好料。若是食一个饭仔尔，加些油，我无请啊，敢是安尼？安尼，人讲啥？迄个欢喜过日子，钱济少，迄种道理倒转。我毋是讲消极的话因为互你钱较济钱无代表会快乐，互你较善无代表会痛苦。你要相信无？咱会痛苦无？一担心，一表演在路行，人敢机会啊，我敢机拢有痛苦无？无啦。
比尔盖茨、王永庆，因这好业人，伊有快乐无？伊无快乐啊！你无了解伊的心声，你若有了解伊的心声，伊会讲我不爱快乐。我唔是不爱快乐，我爱快乐无？所以真正，什么叫做有意义？什么叫无意义？你一定要听落。那既然我鼓励恁参与美丽大业，但是美丽大业内底有啥物好处？即马就是要讲这物件。唔通你当然了，我来遐一工10000块，甲一工1000块，你要去10000块买1000块，头壳卖嘛买10000块，头买1000块，哦，遐头壳10000块一日，遐一工1000，嘛就趁钱，但你要10000块买1000块，当然你嘛要买10000块。即个互恁知影，即个方向，安尼吼，你毋哪会想要去争取这10000块？我咧讲，咱今日一般等于社会内底，才一宗教，什物真正达到你去追求，什物无达到你去追求，这嘛是咧分享你了解。毋通你敢知我今日所求的一贯都是真正，这毋是人一般顶真来讲，真正来了解，安尼，恁有了解？你无力量哦，你无了解，你无力量哦，你无了解，你无力量哦，是安怎？因为你家己有一个怀疑，敢有影安？迄个怀疑就无力量啊，你就行袂出去。当圣灵甲你讲安，你搁听袂入，就是咱无福报。所以呢，因为第五就讲美丽大业的书写，讲互恁了解。也就是学达到圣业，圣业有多偌大呢？听好，金刚经，因为咱学法用经典，因为过去我哋咱爱上，嘛真少讲经典的物件。真少讲经，因为有阵时会听咧靠地安尼，头安讲，毋免着讲到什物经典，话嘛是听无啦。但是我是感觉，伫咱的道场用70年来，不应该听无。嘛不应该唔捌，唔捌你行这条路，冤枉行，拢冤枉行。我无骗你，我无讲是我的责任，我讲你唔听是恁的代志，我毕竟来讲这物件。哦，所以恁真正知讲，你今日行的路是对的，你一世人行过是无白行的，我是要恁知这个。无恁有行无行，我无关系。敢是安尼敢有关系？我嘛照是惊我的，你嘛惊你的啊。有关系，但是我毕竟爱互你知影讲，你行这条路是对的，安尼。所以呢，金刚经的代表就甲你讲吼，伊咧解释着修道美丽的大业哦，伊就咧甲你讲，即句话恁听好，听好哦，用心听哦。伊甲讲金刚经的代表叫做依法出成分，伊讲说菩提为温和。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为多福。所得言成道圣尊，可以讲是福德，这位福德是落如来所得福德。伊安怎讲？不见啥说菩提，我说菩提啊，说菩提啊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心意上感觉如何？叫做为温柔。伊佛陀甲说菩提讲。假使有一个人用着3000大千世界七宝去用布施，3000大千世界七宝你知影无？有一个中3000，有一个小3000，有一个大3000，叫做3000大千世界。但是伊个人甲算起来算个第四，用数字来讲啊，有10亿粒地球的七宝啦，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嘛，因文大石。买了基具、玻璃，加上玛瑙，这7种的宝贵，有10亿粒地球。你会讲，讲迄个无的后遐济，因为较量真好。佛陀是咧比喻啦，用迄个比喻，用较量的比喻，毋是真正遐济啦。安听无？伊是咧比喻这物件。假使有一个人哦，这人是啥物人？这个人是用。10亿粒地球的七宝，咱进村人拖出来啦吼，然后一条金仔啦吼，好，咱就讲哇，这条金仔25万、30万，看伊啦，伊10亿粒地球的七宝吼，
摕咧布施，满就是讲，摕遮济物件布施，世人得法律会到。佛咧问师傅就讲，有人得到即个福报，福德有大无大？啊，这是问安尼嘛吼？后壁有安怎讲？世人所得，世人所得福德名为多福，但是师傅第一言成道世尊。你咧问我讲，不这，这人有遮济个布施，有济无济？我讲哦，有影有济有着，顺着即句话话，我讲成道世尊。但是师傅第一是一个开魔教，伊是一个解空定了，伊就甲讲，可以讲是福德，只有福德性，四个如来说明福德道，即句足重要。伊讲，即个人摕11粒地月出来布施，这是世间的福报，毋是出世间的功德哦。听好，这两种不是啥哦。好，所以是福德，只有福德讲，因为师傅就是解放第一啦，伊才毋知讲佛道咧讲啥物件。咱若讲咱听无定，咱听咧讲啊，毋知咧讲哪话。但是咱迄是觉者开悟者，咱讲出来物件，毋对的物件，无可能发这2560年、6700年，这种物件头了。所以甲讲哦，佛道你问我这个问题，这是世间法，世间法的确这带袂得转。你即有为了地方你个啦，你死你转得转袂？哦，留下一个遗憾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四个如来说福德道，哦，那安尼如来你甲后壁讲多甲少哦，福德道后壁是刀无？后面有一个刀有没有？我迄个刀相对的有一个少，少相对有一个多，安尼敢听？这是理缘对立法。毋是叫做绝对，迄人无相就叫做绝对，语言对话叫做多少，有一个多有一个少。那他说我11粒，跟一个人加一个11控1粒，那个相对的少，那个相对很多，那个不叫做绝对。刚才讲的，你世间你所你做的经营财宝，所有的物件，凡所有上拢毋是绝对。安听我用点后壁出话，看好可以看。欲求有人有此经中受持，乃至随得为人说叫说叫，佛陀来讲，可以讲是什么原因呢？欲求有人，假使有一个人，搁有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有此经中受持，那你这部经典来讲起来叫做哪？叫做金刚经，这叫做讲义。看义来讲起来，就是所有的大乘经典。会当互你成佛，会当互你见性，会当互你成菩萨，这拢是叫做讲义的物件，包括咱三宝心法。好，第一宝清净法成佛，第二宝圆满宝成佛，第三宝千百万亿法成佛，你有看到无？咱无看到讲文字尔，所以乃至书记受持，有出经中受持，经中，所以咱伫一般顶个社会，若有一套。啊，人一个电影较好看，叫做经典作，迄个经典，若要甲讲起来是一个真正绝对的物件，叫做经典。所以呢，咱叫做经典，咱毋是叫做图本。咱伫校个册叫做图本，咱毋是经典的。迄经典是罗万劫而不改变的物件，圣人行过的物件，叫做经典的，甲留起来的物件。所以佢讲，欲求有人有此经中受持，假使有一个人。像恁今日会当修经中的一段话，持经中的一段话，修其文，持其义，受其文，持其义，令那以心意念不忘。有此经中受持，乃至死而定，为他人说，为师父而定，这句话恁听好，这就是佛教。为他人说是甲他记录生命。这个人胜过于11粒地球7倍的价值，恁有看到无？恁今仔日大人，咱今仔食菜，咱今仔受其文，持其义，咱今仔受其图上诸经，乃至受其定为他人说，这个叫做菩萨；乃至受其定，这个叫做尊格。为他人说，叫做
护杀叫做哪？护提杀刀，护提叫做甲，杀刀叫做友情，护提杀刀叫做甲友情。咱讲个。若次属于定理，我当伫经典的一段话，甚至会当把这段话讲互人听，互人听会捌，搁来含你受益。这条人所得的福报，毋是世间的物件，胜过3000倍做世间的福报。价值而且，毋是咱今日的信仰，毋是咱今日信仰，毋是你修行以来伫道中内底当中，你意气用事。咧甩脾气，咧讲个性，想到你会屈入落去，你会忏悔落去，毋对就是来忏悔。做简单的物件，即家己的物件，因为面对你要这物件，你要互你家己的价值，要互你家己的成就，你袂使倒倒啊参照一张丢啊大牙哈，啊都大遐你话世间人无偌伟大啦，偌伟大，真若以世间来讲个。咱无伟大个无，会当统领全球个人，有伟大个无？咱无遐袂死，嘛即个人批评咱要害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前人伟大个无，老前人伟大个无，所伟大个无，嘛都有人批评甲。但我毋请问你，迄个老前人做事有影响无？无，啥物人有影响？你家己。六祖为你家己讲一句话，怎讲？若是真修道，不见世界道，但见他人非。后壁句话怎讲？自心即是做。有人问我讲，目前啊，什么叫自心即是做？就是你啊！讲是非就是非人啊，敢是安尼？自心即是做，就是你啊！甲你讲六祖家己讲，讲足够啊。所以今日修行是足严肃的物件。咱今日毋是在这开玩笑的物件。毋是在这是是非非物件咧，咱今日是真正要得到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咧。咱要记录胜比着3000大千世界甚至幸好所说七宝咧。早日分、中日分、暗日分的生命，用来比如说不急于受持图像，主听乃至属于顶为他人宣扬价值。所以这是阮亲自甲咱讲吼，这个美丽的书信。所以呢。金刚经伫对吧？已经甲咱讲啦吼，这就是咱华主席讲的。第3点是解释主相，主相非相，见真相。这个物件咱一定爱办，真正咱一定爱办。过去圣人咧甲咱讲这个，有定说咧，哇，金刚经千我听无，其实无深。若见离金刚经第5分。哦，叫做依理出依法出成文，哦，伊内底当中，哦，如理实践啦，吼，伊内底来讲即段话。有一届，咱同学伫厦门，毋是厦门啦，伫迄个泉州，有一位黎明大学教授。迄黎明教授大硕，伊是教英文，啊中国人。有一届人带伊伫迄个咱泉州的学堂要求道。要叫伊唔叫，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哦，伊就咧讲即句话啦。啊，即句话后壁有我好些，有哪知伊就讲说，凡所有相拢是虚而不真，妄而不信嘛，吼。即句话咱就解说，恁讲这虚妄的物件，我袂接受啦。讲高兴，你袂使断章取义。后壁句话怎讲？伊免讲，啊嘛捌咧讲呢。我后壁句话甲你讲互你听，若见主相，非相即见主啦。什么叫做若见主相？恁会知影？若见主相，非相，即见主来。咱学即回去伫新加坡。啊，有经理叫咱同学讲一课，伊问我负责人，啊，你的课题，啊，你的题材可不可以啊，互咱同学，啊，咱同学啊，人拍起就对。我这无第几题啊，叫做真题啦。啊，无体之体叫做真，
这个真题啦，一听就我欢喜。我有地之地啊。这句话，要听这话，恁来思考。武地、子地、是名真地。你佛教，你佛讲这句话，恁听好。法本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一法时，法无成法。这句话你若听无经，这句话你就知影。法本无法。无法法亦法，听无？今复一法时，我今日讲的一法是用名观的，理真，这个叫做空，这个叫做有，真有不二，会走这个。听无？色为空，空为色，色就是有嘛，空就是无嘛。色为空，空为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想行识亦复如是。那安尼真空的内底当中，因为真离空，空离有的内底，有离空的内底，因是等于哦。我请你一个问题，你这个马天色，即常听无？你有一个灵魂叫做空无？你这马体有灵魂无？灵魂有马体有无？你甲分开看下，这个叫做灵，这个叫做马体，这个叫尸体的尸，这个叫做灵。灵魂到最后叫做哪？叫做人。他们是分做一个叫尸体的尸，当中，但是因为今仔日若无有一个心伫迄内底。那安尼当中啦吼，你这个马体根本上是叫做工具，这叫做功夫，这叫做功夫，没有错用。咱今日这个真好，欲见主相，因为根本跟事物来斗点哦，这个三谛道术。若见主相，什么叫主相？主相叫一切相，一切相。你唔看到这主相要会。叫做万法，叫一切法，这种叫一切法。只有讲意思，万法，只有讲意思。若见之相，非相。这杯水啊吼，调好，我泡咖啡，恁看什么色？黑色。我泡茶，恁看什么色？白色。我泡汽水，你看什么色？红色。敢是？这叫做哪？这叫做主相。敢是？一百杯的色味无出来，有一百杯的色味叫做主相，叫做一切相。咱人来到这个世间的内底当中，一切物件拢是表象，这叫做这句话叫做表象。这个叫做真相，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。听好哦，白水、白开水，咱来讲叫做真相。汽水有离非白开水哦，咖啡有离非白开水哦。泡茶有离非白开水无？所有一切色你有离非白开水无？思想非相，若见你看到思想非相，你有没有办法缘起？思想叫做缘起，思想叫做缘起，思想叫缘起，非相叫性空，缘起性空，缘起有。性空无，缘起有，
恁当时还未结成阿某的时阵，这叫做这个相，还没有缘起，那个因缘还不成熟。我这块茶要未泡成汽水的一种，泡成茶泡口味一种，那不是缘起，它不叫做咖啡，它叫做白开水。敢是？你泡茶要泡成的叫做哪？叫做泡茶，茶叶的茶，它是白开水。敢是？不过泡成叫做缘起呀，你听无？有识到无？缘起起来，咱注意，咱缘起起来了，咱就去哦，这个缘，这叫做色，叫做覆盖。这杯咖啡起来，你去用咖啡的色体覆盖，这杯茶米你用茶米的色体覆盖，这杯红的汽水你去用红色覆盖。你已经忘掉它有一个诸相会相的关系，这个会相，这个叫做真相是个本质，本质，这个叫做非本质，非本质。安听好，你有一个本质的物件，今仔日，你有一个本质的物件，这个叫做会相，你的本性。你的自性有快乐，你的自性用目睭有当看呢，回想呢，你的肉体用目睭有当看哦。哦，这个人是几岁人？这是老人，这是少年，这乌里上，这乌上，这个的表象分相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一个回向，浓中求香，唔能当再胜不争，再反不减。唔过咱开始咧找的，拢找表象，变表象，这个我爱。这个我无爱，这个我介意，这个我无介意，这叫做啥？妄想执手。佛陀跟我们讲说，妄想执手，妄想执手，妄想执手不能正得。阿弥陀佛，南无上菩提。什么叫做妄想？什么叫执手？妄想与佛陀。你《金刚经》的第3分里头，佛陀就讲了：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众生相、有寿者相，即有菩萨。这里妄想这是什么？这里执着是什么？这里妄想就是众生相，它就是众生相。这个执着叫寿者相。寿者相，取家小，宾馆有人叫做偶像人像，但是呢，在佛教界叫做实相。什么叫做妄想？想这啦，想这啦，这不肯定的话，你表象，任何表象给你肯定，拢你表象真相，你没有办法缘起，不会看到真相，而执着。你这个看到了后，分别。妄想重生，妄想起来了后，这比我家己看到，我执着，我放不掉。今天我执着的这个执着，这个看法，为什么佛陀在讲有执着，有妄想的众生，众生就是众念众生，感觉呢，也是袂清楚。你看到物件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想到你就执着，执着条嘞。所以，佛陀啊，讲一句话，记载，大家众生富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智慧的德相啊，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正见，妄想叫做实假相。哦，而这个妄想叫做众生相，执着叫做实假相。是安怎有这两个来？是安怎有这两个来？顶端有一个叫做偶像。这叫做人相，这两个叫做对立。有我甲有你，我甲你所造出来，我对你无介意，妄想出来；我对你有介意，妄想出来。这种我有介意，我因为介意红烧肉；我无介意，因为我该做饭。敢是安尼？
想，这个梦想哪个解释叫心？这个人想个解释叫做境。你的心去攀着境，安听无？你的心去攀，我想就是你的心，人想就是你的境。我的心去攀着境，到底听得出来？我假笑啊！哦，我人这一句话，这一我甲讲句话，你会记得？我无概念呢，我无意思呢，我袂记得。迄叫做潜意识。我这里迄件代志，你莫好，我听一个心足艰苦。迄个心足艰苦，在你已经第七识的内底当中，第六识叫做潜意识，第七识叫生意识。你第七识的内底，你要放好也无困难，这叫做成功。我过去捌讲一个故事，阮隔壁天少嘛，我了了50的时阵，有一日。拢会过妈妈咧坐，无时啊嘛，你天天较黏黏，头拢妈妈咧坐。我有一句咧讲，天生嘛，人咧倒无爽点呢，你听唔来几倒？刚好会拍。我三步你听无？我三步。刚好爱拍，那对啦。我天生嘛，你讲我听无意思呢。倒来拍人，倒袂拍人啊！安尼啦。伊讲哦，我做组员的时阵，比15岁做组员的时阵，我几岁点知17、8岁。我迄阵吼，咱做啥？捡番薯，捡啦，切啊骨，有啦伊起来头窜，是香，两头起着。人看着我这用拖动，对不对？你想较早人迄鱼啊，可能可以啊，咱较早人是。讲较土的工作了几个呢？看到这个命，嘛不管人了门，人我操作来骗啊，敢是安尼？安尼啦。讲当时迄工带车啊，来去工捡番薯，去落一个稻青，迄阵嘛拢按稻青，倒嘛还袂来咧啦，叫迄稻青啊讲，安尼啦。迄个稻青啊讲了后壁，倒当去嘛，稻青得倒，嘛收倒嘛清口。即摆认定迄个稻青，稻是稻的代表者，稻若好来拍，听无？即到要到60年啊，伊还在迄，迄叫做清魂心，清魂心啦。迄个清魂心就是咱讲迄个魔鬼，咱今日爱记住，真正你想办到，伫你80年中有潜意识的清魂心的内底，这叫做。执着相，若人妄想执着不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当证得无量净金刚。就讲欲见诸相，是做什么？非相。你我当达到缘起性空，缘起无我，这点出来，安听无？你马上看到本处。你若当了解这八地缘起的物件，拢总是色里泡着，伊的本质是无变的物件。那你会当识透，你马上会当了解水伊的本质是无色的物件。你会当了解，凡所有相拢是虚妄的物件，拢是你只要心变了后，你有法度马上，互你去自性心的内底归于清净无量的智慧，爱走出来。这句就是讲，这件出来马上发出来，你有看到列出来，较看嘛是白色，较看黑色，较看嘛红色，较看一切色。人生伫这个世间，不断，人不断，到底你为了这物件，所以佛陀咧甲讲，我把迄个教授，迄个教授是先让我给你。往若见之想，非常急的说，我为这3方面，王教授，你不要断章取义。佛陀在讲《金刚经》，不是讲这一段而已。所以咱今日去一直来了解，倒去思想，伊甲你讲是讲你的内心世界要安怎去。凡所有相，拢总是缘起的物件，迄个物件对你心情无帮助。那是句话讲叫做缘起无好歹，好歹在人心。敢是安尼？缘起无好歹，人对你安怎，迄拢无好歹。你的心若起心动念甲你烦了，有厉害无？其实咱
迄叫做你的心果，迄叫做你的心的本色，迄就走出来。但是咱家己互家己害甲凄惨落魄，咱无害着别人，咱害着别人，咱做你无害着别人，别人无插你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毋管咱记60年、记80年，和你的心有关系无？你心永远是你心魔道的敌人，魔道的敌人。你无一个清净，无一个快乐看到的人，你无一个好人，大家嘛歹人，安尼修行痛苦。本来修道要希望较快乐，要希望较解脱，要希望有恭敬，要希望有欢喜。啊，修到尾啊，变成来白家己，关在笼子里，关在笼子里啊，笼子啊，鸟笼你知道？迄个鸟笼关起来在叫，咻咻咻咻，哦跳来跳去跳来跳去，离无开这个鸟，叫做贪嗔痴慢疑。哦，贪嗔痴慢疑，我论述贪嗔痴慢疑关于这个四条的这五啊顶半两合条的，你想喏，迄两个拍开，因就拍袂开，迄叫做执，拍袂开，毋是别人来拍，是你家己来去拍。自性就是一切表象，包括内心起心动念的相，这是言性的表象，哦，所以这样来能够吼，咱学校想用的这三种意境来讲咱的心，哦，这三种意境，吼，三种意境来讲你的心，哦，若见之相非相，吼，咱先讲到比较，所以呢，《金刚经》26分啦，吼，我拄则有讲。若以色见我，以因声求偶，是人行邪道，皆分见如来。这个缘起，若以色见我，是分离金刚经26分内底同在讲。你若用着表象、形形色色来看我，以因声来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这是人咧行邪道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敢是？这个六点，敢是？啊，若色甲声是叫做点吗？若以色见我，你要用表象来看我，那做，你就甲断定我是安怎做咯，对？以音声来求我，音声来求我，这是拢经过音声的物件。我想问恁一个问题：恁昨暝几点瞓？我昨暝10点瞓，你10点才就瞓啊？因为你也早10点，真正困去了，你毋早10点。我问讲，啊，你昨暝几点过？我一早就6点过。你清楚，你已经你思维有3、6点了。真正你入去甲出来这个当中，忽然入去甲忽然出来这个当中，你是无一个，所以若以实践，你是就无啥物件，因为迄是作自然的物件。你会当讲，好，我昨暝困1000块，好困1000块天光有无？我昨暝安尼啦，12点嘛精神啦，1点嘛精神啦，2点咱咧卖肉粽啦，3点咱卖豆腐啦，4点咱咧卖碗粿啦，5点咱卖粽啦，啊，规暝拢听规暝，有够烦，困拢袂去，安尼有好烦无？叫做情。你的心无入去到迄个真正，你落去清净的世界，你无入去，你也搁伫表象，也搁咧想，搁伫咧卖碗粿咧卖肉粽。啊，暂时3点应该换过来，4点马上来啦，才袂变就是咧换。是毋是？开始是固定的，开始3点听咧换，就是也都袂来嘛。啊，你规暝毋是拢心中咧想遐吗？有艰苦无？有成就无？你困一暝，我安尼讲，我困一暝有够忝的，有够忝到点，真够忝。是啊，咱你要想遐物件。所以今日去意思就有4人行邪，基本见如来。你说。